沖涼又配合，洗耳仔又得，活潑可愛，仲要好奇心爆棚。呢一隻得意到冇朋友嘅狗狗，究竟喺邊度揾到啊？我喺街道被人拾獲。2026年4月28日，人人流浪狗澳門義工團於市政狗房接收咗一隻約4個月大嘅唐狗女仔，並為佢改名做查查。查查早前於2026年3月26日喺青州舊房屋局附近被拾獲，其後送往市政狗房，完成相關程序後，本團正式接收查查，為佢安排後續照顧同跟進。查查係一個好活潑、好有好奇心嘅小朋友，雖然年紀細細，但面對新環境都算適應得幾快喎。見到人會主動靠近，接收當日由登記到安置都好配合，成個過程都好乖。現時查查已經由本團照顧，我哋會先為佢安排身體檢查，了解佢嘅健康情況，再按需要安排後續跟進。待查查身體情況允許後，本團先會再考慮是否開放領養，希望到時可以為佢尋找一個真正願意照顧佢一生嘅家。如果你都中意查查，不妨考慮助養佢喎。